全球資本市場剛剛經歷了一次劇烈的波動與共振，納斯達克單日下挫超1100點，費城半導體指數下跌10%，科技板塊市值出現顯著縮水，比特幣跌破6萬美元，避險資產黃金也遭遇了拋售回調。引爆這次市場波動的是一份表現超出預期的美國就業報告，同時應對市場調整，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空軍1號上發聲安撫市場，並將接下來的利率決策權交給了美聯儲主席。華爾街在擔憂什麼？這是否意味着 AI 行情的階段性調整？這背後又有哪些關於2026年中期選舉的宏觀考量？今天我們將撥開短期情緒的迷霧，從客觀的政治經濟學底層邏輯，為你深度拆解這場美股震盪背後的宏觀週期與市場真相。在金融市場的運行規律中，每一次深度的回調往往都是宏觀預期發生轉變的直接反應。其東時間2026年6月5日星期五上午8點30分，隨着美國勞工部的一組數據公布，全球金融市場在隨後的幾個小時內經歷了一場全面的資產重新定價。這不僅是一次明顯的拋售，更是跨越多個資產類別的無差別調整。我們先來客觀回顧當天的數據表現。收盤時，美國3大股指全線下挫，道瓊斯工業指數下跌1%，35%，標普500指數下跌2.64%。而前期漲幅居前，作為這一輪牛市核心驅動力的納斯達克綜合指數單日下挫4.18%，下跌超1100點，形成了明顯的技術性回調。如果把目光投向半導體板塊，調整的幅度則更為顯著。代表全球半導體行業景氣度的費城半導體指數尾盤跌幅擴大，最終收跌10%，這是自2020年3月新冠疫情初期以來的最大單日跌幅。這一交易日來，芯片賽道的總市值出現了萬億美元級別的回撤。作為板塊展推下行的壓力下，前期領漲的 AI 核心標的普遍出現回調，英偉達與特斯拉雙雙下跌超6%。Meta 跌幅逾5%，亞馬遜與微軟的跌幅也分別超過3%。半導體產業鏈相關公司同樣承壓，美光科技下跌超13%，ARM 下挫12%，高通與 AMD 跌幅超過11%。此前發布了穩健財報的行業巨頭博通，單日也下挫了超過8%。基金的避險與流動性需求迅速傳導至外圍資產，在加密貨幣市場中，比特幣盤中跌破6萬美元關口，最低觸及59,099美元。由於波動加劇，全網大量高槓桿多頭偷寸觸發平倉，即便是通常作為避險資產配置的現貨黃金，也遭遇了流動性拋售，單日下跌3.28%，高收4328.7美元每盎司。回吐了年內部分漲幅，白銀、布倫特原油等大宗商品均同步下挫，這反映出市場在不確定性增加時，傾向於降低槓桿並增持美元現金的普遍規律。面對市場的廣泛調整，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空軍1號上發表了講話，他試圖穩定市場預期，在社交媒體上指出市場邏輯存在誤判。特朗普表示，鑑於穩定的就業報告，美國經濟基本面良好，股市理應得到支持，增長並不必然導致通脹。在重申希望維持寬鬆金融環境的同時，他明確表示會將接下來的利率決策權交給美聯儲主席凱文沃薩。為什麼一份看似強勁的就業報告會成為引發波動的催化劑？這究竟是市場對高利率環境的本能反應，還是宏觀預期與政策博弈共同作用的結果？我們需要從更深層次的數據結構尋找答案。讓我回到引發市場調整的直接變量，即美國勞工部5月份非農就業報告。從整體宏觀數據來看，這似乎是一份符合經濟現象、預期的報告。數據顯示，
5月份美國新增非農就業人數為17.2萬人，高於華爾街普遍預測的8萬至5萬人區間。同時4月的新增人數上收至17.9萬人，失業率維持在4.3%的相對低位。在傳統的經濟學框架內，這是就業市場具備韌性的體現。然而，華爾街卻將這利好數據解讀為推遲降息的負面信號。邏輯的轉折點在於債券市場的定價機制。非農數據公佈後，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工具顯示，市場對美聯儲12月會議維持高利率甚至加息的預期，從48%快速上升至70%。交易員們開始調整定價模型，削減了年內的降息預期，反映在國債市場上，10年期美債收益率突破4.5%關口，30年期美債收益率觸及5%。華爾街的反應並非毫無根據，深入剖析這17.2萬人的新增就業結構，我們可以看到勞動力市場存在的非均衡現象。首先是薪資增長與通脹壓力的非同步性。摩根斯坦利首席策略師陳德納指出，儘管就業人數超預期，但5月平均時新增速從4月的3.6%和回落至3.4%，這表明勞動力供給端的改善，而勞動參與率的提升和新移民勞動力的補充，正在有效填補基礎崗位需求，暫未觸發強烈的薪資與通脹螺旋上升。其次是就業結構的畸形分化特徵。海投宏觀的數據顯示，在新增的17.2萬人中，有7萬人集中在休閒酒店業，4.8萬人集中在餐飲、酒吧等服務行業。這些崗位多屬於中低收入的服務業板塊。需要考慮的一個季節性和周期性因素是，隨着2026年美墨世界盃的臨近，北美地區正在經歷由賽事經濟和基建需求催生的短期用工高峰。這部分崗位的增加具有較強的周期性，而非長期技術創新帶來的高質量就業。與服務業的擴張營收對比的是，高附加值產業的就業出現收縮，金融業就業單月減少2.2萬人，較2025年高點已累計減少10.7萬人。信息技術行業的招聘需求也出現放緩，部分原因是企業優化成本結構，以及人工智能工具的普及對傳統基礎編程等崗位的替代效應。這場就業結構的變化意味着勞動力市場的增長動力正在向服務業傾斜，高薪崗位的收縮與基礎服務崗位的增加，可能會影響整體居民的實際可支配收入和長期消費潛力。此外，儘管失業率維持在4.3%，但宏觀分析師仍在密切關注實務規則等需退預警指標的邊際變化。市場擔憂的是，表面強勁的總體就業數據可能會掩蓋經濟內部結構的脆弱性。當服務業的周期性招聘之撐連就業總數，而高息環境持續對科技與實體企業的資本開支形成壓制時，市場的估值體系便面臨着重估的壓力。單純的就業數據不足以引發如此規模的調整，宏觀預期的轉變往往伴隨着內部輸入性風險的疊加。在這個階段，中東局勢等地緣政治因素與全球能源供應鏈的穩定性，成為了影響美聯儲決策的重要外部變量。5月以來，中東地區的局部摩擦存在擴大的風險。市場對霍爾木茲海峽等重要能源運輸通道的安全狀況保持高度關注。該海峽承載着全球可觀比例的原油運輸量，其中河下啦直接關係到全球能源價格的穩定。受此地原油價影響，布倫特原油價格在近幾週保持強勢，維持在$93每桶左右的高位。在宏觀經濟史中，外部供給側衝擊對貨幣政策的干擾已有先例。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等智庫在研究20世紀70年代的滯脹週期時曾指出，當經濟體遭遇外部能源價格大幅上漲的衝擊時，如果國內就業數據依然表現出較強的慣性，中央銀行往往會面臨兩難境地：為了抑制輸入型通脹，
央行可能未必維持緊縮的貨幣政策，而且最終可能會對企業投資和經濟增長產生長期的負面影響。當前的宏觀環境存在相似的複雜性。美聯儲面臨的能源通脹屬於供給端驅動，傳統的利率工具難以直接增加原油供給或平息地緣爭端。但在強勁非農數據的背景下，如果美聯儲選擇過早降息，一旦能源價格繼續攀升，可能會導致通脹預期的重新老定。而如果長期維持5%左右的限制性利率水平，則會對實體經濟的融資成本以及資本市場的高估值很快形成持續壓制。因此，投資者在面對地緣衝、達到自由界高企和經濟數據推遲降息預期這一組合時，採取了降低風險敞口的策略。這反映出市場在不確定性上升時，對流動性和確定性的偏好顯著增強。地緣政治作為影響全球供應鏈和通脹預期的關鍵因素，正在實質性地約束美聯儲的政策空間。在本次市場調整中， AI 相關科技股的回撤尤為明顯，這引發了部分市場參與者關於類似2000年互聯網泡沫調整的討論。然而，通過基本面和財務模型的分析，當前的行業特徵與當時存在本質的區別。評估高成長性科技股的核心框，假設現金流置換模型。在這一模型中，企業的合理估值取決於未來預期的現金流表現，及作為貼現率的無風險利率。當10年期美債收益率上升至4.5%以上時，模型的分母段增大，對企業的估值形成機械性壓制。這就要求分子端，即企業的盈利增速必須具備極高的確定性和超預期的表現，才能維持現有的高估值水平。以博通的財報數據為例，其第二季度業績表現穩健，實現營收222億美元，同比增長48%。其中 AI 半導體相關收入達到108億美元，同比增長143%。儘管業績增長顯著，但在當前市場對科技股預期極高的環境下，博通給出的第三季度 AI 半導體收入指引為160億美元，基本符合預期，但未能滿足部分機構更為樂觀的預測數字。在市盈率處於相對高位的擁擠交易環境下，這從預期的微小差異成為了引發獲利盤了結的催化劑。這從現在容易讓人聯想到早期的互聯網行業發展。然而，當前 AI 產業的商業邏輯和資本開支結構更加紮實。2000年時期，許多科技公司的估值依賴於流量指標和尚未驗證的商業模式，而當下的 AI 產業化進程由具備強大資產負債表和充沛自由現金流的科技巨頭主導，其實際的資本開支形成了行業的底層支撐。以近期的行業動態為例， SpaceX 與谷歌締成了長期的雲服務及算力協議。根據公開信息，谷歌將在較長週期內為 SpaceX 提供由大規模 GPU 集群組成的高性能算力支持，這涉及每年數十億美元的硬性資本開支。北美主要的雲計算提供商在 AI 基礎設施上的投入依然保持強勁的增長態勢。產業邏輯表明，核心科技企業在人工智能基礎設施建設上的投入具有較強的長期戰略定力。因此，當前的板塊調整更多是由於前期漲幅較大、交易集中度過高，在宏觀利率預期發生變化時出現的技術性去槓桿和估值消化過程，而非產業發展基本面的逆轉。市場正在對那些估值透支未來過多預期的標的進行重新定價，促使投資邏輯回歸商業本質和真實的現金流創造能力。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往往不是在一個封閉的經濟學模型中進行的，它不可避免地會受到政治週期和選舉週期的影響。探討美聯儲的利率路徑，需要結合2026年美國中期選舉的背景進行客觀分析。在資本市場出現波動後，特朗普在空軍1號上的表態體現了其宏觀政策的溝通策略。他一方面強調美國經濟基本面良好，
股市的調整存在非理性因素。另一方面，明確表示將政策決定權交給美聯儲主席，這種表述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穩定市場情緒的作用，同時又為未來的經濟表現保留了政策評價的空間。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觀察，選民對執政黨的評價往往受到選舉前夕經濟表現的顯著影響。在學為經濟學中，這被稱為近因效應，即臨近投票日期的經濟指標、物價水平和市場表現，對選民的投票傾向具有較大權重。對於需要在11月中期選舉中維持支持率的執政黨而言，秋季的宏觀經濟環境至關重要。歷史上，白宮與美聯儲之間的政策互動並不罕見。由於貨幣政策具有溢出效應，行政部門往往希望在關鍵時期保持相對寬鬆的金融條件。例如，在20世紀70年代初期以及近年來的部分週期中，白宮都曾通過不同渠道表達過對降息的期望，以期刺激經濟和資產市場。當下，由於高利率對企業融資和資本市場估值形成壓力，市場參與者普遍預期宏觀層面存在降息的訴求。雖然美聯儲在制度上保持獨立性，但主席的決策需要綜合平衡控制通脹與維持充分就業的雙重使命。如果宏觀數據配合，例如到了3季度末，服務業通脹進一步降溫，且供應鏈在地緣局勢緩和下得到修復，美聯儲在秋季進行預防性降息的理論空間是存在的。這既可以防範經濟下行風險，緩解中小企業債務壓力，客觀上也有助於在中期選舉前營造相對穩定的金融市場環境。市場分析人士將密切關注後續通脹數據的邊際變化，以及美聯儲在溝通指引中是否會逐漸釋放靈活寬鬆的信號。在經歷了一輪預期的重新調整後，投資者需要基於宏觀基本面和政策走向，客觀評估各大類資產的後續表現，結合宏觀週期與微觀資金面。以下是對未來一段時間全球核心資產走勢的理性推演：一、科技板塊與半導體行業。短期來看，在10年期美債收益率維持在4.5%左右的環境下，納斯達克和半導體指數可能需要經歷一段時間的震盪，整固以消化高估值。缺乏核心技術護城河，業績兌現能力較弱的邊緣概念股將面臨較大的估值下收壓力。然而，對於擁有核心技術壁壘、能夠實現穩定自由現金流轉化的基礎設施提供商和穩服務巨頭，本次調整有助於擠出投機泡沫，使其估值回到更加合理的配置區間。隨着後續美聯儲貨幣政策逐漸明朗，基本面紮實的科技龍頭有望率先企穩。二、債券與外匯市場受就業數據超預期影響，短期內美債收益率可能在3%至4.6%的高位區間震盪，這為美元指數的階段性強勢提供了利差支撐。但從長週期來看，如果3季度宏觀經濟指標顯示出放緩跡象，且通脹逐步回落至目標區間，降息預期的重新升溫可能引導美債收益率在年內晚些時候逐步下行。對於長端債券而言，當前的收益冷水並可能具備一定的長期配置價值。三、黃金與貴金屬市場。在近期的拋售中，黃金價格出現明顯回調，這主要歸因於市場在波動加劇時面臨的流動性需求和保證金被動平倉。但從基本面邏輯來看，資產黃金的中長期因素依然存在。全球央行實現內匯儲備多元化的長期趨勢未變，且地緣政治的不確定性認為貴金屬提供避險屬性資產。在流動性衝擊消化完畢，且宏觀貨幣政策轉向寬鬆後，黃金有望重新確立上行趨勢。
4. 加密貨幣市場。近期加密市場的調整受到宏觀流動性收緊預期和部分監管政策不確定性的雙重影響。槓桿資金的集中清算加劇了市場的波動幅度。短期內，在缺乏強競爭量資金介入的情況下，市場可能維持震盪築底的格局。其趨勢性的回暖可能需要等待宏觀貨幣政策的實質性轉向以及市場風險偏好的整體修復。資本市場的運行具有周期性規律，短期的價格波動是市場出清和重新發現價值的過程。在複雜多變的全球宏觀環境中，保持理性和客觀的分析框架尤為重要。從就業數據的結構性特徵到半導體板塊的估值重塑，從宏觀政策的溝通互動到地緣局勢的潛在影響，我們今天探討的邏輯旨在梳理資本市場波動背後的經濟基本面與宏觀周期變量。在信息快速更迭的市場中，經濟周期與政策周期交替演進。每一次深度的市場調整，客觀上也是資產負債表的修復與資本重新配置的過程。理解宏觀運行的底層邏輯，保持審慎的風險管理是投資者穿越周期的基石。你如何看待接下來的宏觀政策走向？這輪市場調整是否為你提供了重新審視資產配置的機會？歡迎在評論區分享你的客觀分析。這裡是關於宏觀經濟與資本市場的深度觀察，後續的數據變化與市場演變。我們下期再見。